我哋而家上堂啦，耶！耶！各位親朋好友，我哋學唱歌啊！好大個衫架，因為咧嗰啲咧好多服裝嘅嘢掛喺度。OK，好嚟啦！嚟啦！好緊張啊！攞支咪先。好啊！阿 Sir 彈琴啊，喺家。你都要，即係唔使一定影晒我嘅。OK。係影你自己。哇！好尷尬喎。好啦，嗱，當我哋咧去唱呢個咧，你睇住所有嘅文字有紅色嘅位置咧，就要落呢個咽腔，可不可咁樣㗎？可不可？誇張啲先，可不可？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？係啦，試咯。哇！你使唔使放低個眼鏡？等你唔使咁多熱啊。再慢啲，係啦，好啦，嗱，我哋練歌嗰陣時候咧，我哋想像多啲，想像多啲，我哋而家係咁練咽腔啊嘛，個腔口練高啲嘅，咁好似我哋做運動 stretching 拉翻上去，我呢兩堂我都講緊樣嘢，我哋越係懂得拉高我哋肌肉，我哋就容易可以放翻鬆，同埋個柔韌性更加高啦。拉高咽腔嘅。咽腔入邊喉嚨定，即係 soft palate 後邊個位置。知道。係啦，我哋試下。誇張啲嘅，試下可不可與你放膽？總之見到紅色嘅位置就要誇張啲。可不可與你冇嘅可以放翻鬆啲，係啊，要拉鬆咁，係嘛？預備喎，唱慢啲好啲，係啊。可不可與？未到，係啊，即係。One two three four。身邊聽個身字，成日都再慢啲，係啦，再慢啲。情況係咁樣嘅 ，one two three， 快啲。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，忘掉日與夜那些閒期，不管身邊幾多無聊道理。再誇張啲，再兩次試。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，忘掉日與夜那些閒期，不管身邊幾多無聊道理。繼續下一段。手拖手與你演出好戲，遊行直到夜晚多凄美，爭取這一次走幾千百里。OK，good， 好啦，嗱，而家你全部做到晒，我哋要加多一樣小動作，好，聽一聽個錄影先。每次錄少少俾大家聽㗎咋，下次再錄啦，拜拜。係尾音呢啲嘢大部分出邊唱歌老師都會有，但係我呢啲嘢有少少唔同。預備，one two three go。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，忘掉日與夜那些閒。好，再多次，好啦，我想你咧嗰個咧温柔少少。頭先我哋嗰次係温柔啲噶嘛，我哋再温柔啲，即係可不可與，同埋咧有少少温，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。係啦，再一次啊。one two three go。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，忘掉日與夜那些閒期，不管身邊幾多無聊道理。繼續啊。手拖手與你演出好戲，遊行直到夜晚多凄美，爭取這一次走幾千百里。非常好啦，係整件事咧好舒服，好温柔，係啊，我哋再嚟多一次嘅，試一次。我想咧當每一句尾係特登同第一隻字
即係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？嗱，前邊咧係細聲啲，嬉戲個 A 音，嬉戲係啦，尾聲係大聲嚟，嬉戲係啊，再揾人聽，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？呼吸大聲啲都唔怕嘅，依家練習。忘掉日與夜那些閒期，係嘛？即係有啲漸大嘅，好嘛 ？OK。嚟多次，你慢慢試咁啦。嗰啲氣嗰啲咧，嬉戲個丹田係咪突出嚟㗎？嬉唱到嘅時候 hold 住嘅，嬉戲即係 hold 住， hold 住。係啊，應該我同你試一試，係啦，我哋唱咗嬉戲，係啊，氣，係啊，得啦，俾我讀。好啦，1 2 3 4。可不可與你放膽嬉戲？忘掉日與夜那些閒期，不管身邊幾多無聊道理，手拖手與你演出好戲，遊行的直到夜晚多凄美，爭取這一次就幾千百里。好啲，好停一停啊！錄影咗少少。冇。係啊，好多信息我唔應該要就 WhatsApp 熄咗佢先，黐線。好，再嚟多次喎。試下。3 go。